大家好，我今日將會進行我 SDRS 嘅彙報。我係2C嘅26號，我今日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篇令我深感啟發嘅文章《背影》。呢本書主要係探討緊作者同埋佢父親嘅關係同埋父愛，相信對大家都好有幫助。呢篇文章係《背影》，佢係出自朱自清之手。《背影》寫於1925年。當時中國正處於緊新舊文化交替嘅時期，年輕一代嘅知識分子好似朱自清，普遍接受緊新式嘅教育，追求緊個人嘅自由同埋思想嘅解放。1925年，朱自清收到咗2年未見嘅父親從家鄉寄嚟嘅信，信中寫道：我身體平安，唯膀子疼痛厲害，舉着提筆諸多不便。大約帶去之期不遠矣。這封帶有傷感、自憐、思念嘅信，深深觸動咗朱自清，讓佢回憶8年前1917年，佢自己離開南京到北京上大學，父親喺浦口車站送別佢嘅情景。佢正係喺呢種對父親嘅複雜情感混合住愧疚、思念、頓悟後嘅愛驅使之下，寫下咗背影。當我睇到簡介嘅時候，睇到關於父愛嘅一篇文章，令我覺得好有趣。因為可能大家平時睇嘅都係世上只有媽媽好，或者係一啲文章，大部分嘅書都係關於母愛或者係母親。所以當我見到父愛嘅時候，我眼前一亮，我覺得好新鮮，好吸引。令我最深刻嘅內容就係父親穿過鐵道要爬到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，他用2手攀着上面，2腳再向上縮，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，顯出努力的樣子。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，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。我對內容最深刻嘅原因呢，就係因為父親好努力咁穿過鐵軌，表達咗最真摯嘅父愛，仲有動詞令到佢努力嘅場面淋漓盡致表現咗喺我面前。反思嘅部分，我覺得我哋反思親情，因為當中作者已經20歲啦，喺北京嘅大學上課，係受過新式教育嘅青年。佢曾經喺心裏邊嘲笑父親嘅愚，覺得佢叮囑查訪講價都係多餘。呢啲係典型嘅年輕一代對父輩過時嘅做法嘅不耐煩。我哋應該反思，我哋平時會唔會都對父親都係咁樣呢？對佢哋嘅長氣，對佢哋嘅守顧辦事方式感到不耐煩。我哋更加應該反思父愛情感嘅表達。文中當中父子嘅關係明顯就係典型嘅中國式父子關係，沉默含蓄，不善言辭。父親嘅愛全部灌輸咗喺行動當中，親自送行，再三叮囑，蹣跚買運，最後嘅告別都只係簡單一句我走了，到那邊來信，沒有擁抱，亦都沒有我愛你。呢種行動大於表達嘅愛，係咪讓我哋忽略咗去表達呢？亦都讓我哋忽略咗去思考呢？點樣去閱讀呢啲冇講出口嘅情感，係我哋應該去學嘅。最後就係點解失去咗先識得珍惜呢？喺文章嘅結尾，父親大約講到帶去之期不遠矣，先至猛烈咁勾起咗作者嘅回憶同埋愧疚。我哋應該喺意識到失去之前就要覺得珍貴，而唔係喺失去嘅時候先至識得珍貴。第3，對我嘅改變，對親子關係嘅態度轉變。喺啟發之前，我可能好似年輕嘅朱自清咁樣，處於一個知識嘅傲慢當中，覺得父母唔識得新世界，佢哋嘅關心就係囉嗦同束縛。閱讀咗之後，啟發咗之後，從不耐去到耐心，對父母嘅叮囑多咗一份耐心，因為喺背後係佢哋無法用其他方式表達嘅牽掛。我嘅父親近排去咗上海工作，
喺之後嘅日子，我會由被動轉做主動，主動打電話去關心佢，而唔係等佢嚟聯繫我哋。呢個就係我嘅演講，多謝各位。